屬馬嘅朋友要注意啦，2026年生肖馬係值太歲加刑太歲啊！值太歲係指你本命生肖沖犯咗太歲，所以會為你帶嚟運勢上面嘅動盪，遇到事情好容易有阻礙，事事都唔順利，情緒方面亦都好容易感到心煩、急躁同埋消極嘅。刑太歲係代表刑事、刑罰、刑傷，所以都好容易遇到法律糾紛、合約糾紛帶嚟嘅官司、罰款同埋爭執嘅。而更加要提防嘅係因為意外所導致嘅刑傷同埋手術。2026年生肖馬係受到兩重犯太歲嘅疊加影響，而影響係全年持續性嘅，所以我會推薦屬馬嘅朋友喺右手咧佩戴黑銀太水晶。黑銀太擁有非常強大嘅正能量磁場，可以幫你辟邪化煞，而且黑銀太對比其他黑色系水晶咧，佢喺排除負能量嘅過程當中做到更徹底深入同埋更快速有效。